我先去换衣服了，拜拜。哎，我还有话没跟你说完呢。孩子，贺锦熙，苏妍希，稀客啊。我想找你谈谈。找我谈谈？我跟你有什么好谈的？你不是已经跟顾七成提出离婚，并且搬出顾家了吗？你现在对我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你还是好好担心你妈妈的病情吧。我已经回顾家了。有，比赛开始，加油啊，姑娘们！只要猛力哥动一下，今天的礼物就是你们的，5点1呀！OK，怎么样，猛力行吗？我没问题，这次肯定不动。等。姑娘们听我说，他不动没有用的。你们硕哥手上没有礼物了怎么办呢？你有没有看到那边还有个大金主吗？等一下，这是一张黑钻卡，你们到隔壁开间房，想吃什么想喝什么，随便玩，一切我买单。怎么走的这么没有留恋呢？你咋那么敏感呢你啊？不敏感，掐我！你不是练过筋肉铁布衫的吗？说，过来坐吧，咱们聊会儿天儿。都走了，一个都没留下。你来干什么？你不是去谈项目了吗？不是你们叫我来喝酒的吗？我是让你来助兴的，不是让你来扫兴的，好吗，大哥？你干脆回去陪老婆吧。行了，就别跟我提他了。又怎么了？又吵架了！我的天哪，你们怎么天天吵架呀？吵什么架？没吵架。那怎么办？哎，说，我问你啊，如果你发现你老婆她的家庭情况跟她之前说的不一样，你们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不是，嫂子是骗子。骗你个大头鬼，你脑子里就2头鸡是吧？两种可能。那首先他比我穷，没关系啊，我有钱啊。